正常是讲，你骹迄个吊的甲，你安尼讲嘛是对啦，好骹手就是啥物？敢有人知？好骹手，敢有人知？若无我就来揭晓答案啊！好骹手就是咱华语咧讲的高手，高手都在民间呢，高手啦哈，对哈，来，你的好骹手，来哦，袂歹哦，你2点啊，来。哦，妈妈咧整2条，吼，真正吼，8点了，就真是咧吼，对啦，伊透早吼，若看到爸爸妈妈爱安怎安怎唱。对啦，咱来做花的啦，来，高赞！所以透早起床，若看到爸爸妈妈爱做啥？高赞！来，高赞了后，哇，这是啥物啊？嘿，爸爸，吼，今日有想爸爸啦，吼，爸爸咧做啥啦？哦，伊咧做打电鸟啊，爸爸拢安怎做打电鸟？安尼对啦，好，恁感觉爸爸会打电鸟讲啥？咱爱穿衫，还是拢免穿衫袂去学？爱穿衫对无？吼，所以爱穿衫后，打电鸟就乖哦。伊一开始透早伊就家己做足侪代志的。透早时阵，你敢爬起来？敢爬起来？哎呦，敢毋免妈妈甲你叫，起来呀，起来呀，无哦，敢无闹，敢无乱情啊？哦，即摆吼，咧起床啊，起床的时阵，来对老师唱一条起床歌哈，来，恁会当坐伫遐摇就好哦哈，好来，咕咕咕咕咕咕，起床咯，阿仔，会晓咧，好来啊，预备开始，咕咕咕咕咕咕，起床咯，阿仔。